is from the Chinese Linguistic Leaders.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的成员，我叫陈志。今天我来到水坝广场，参加纪念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事件。今年距2009年的那场震动全国的乌鲁木齐事件已经整整过去了16年。这一天是中国当代民族关系史上的伤痛记忆。那一晚，成百上千名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在街头发生了冲突，事件最终升级为暴乱，但至少造成了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无数的家庭破碎，整个城市陷入了恐惧与混乱。关于那场悲剧，中共的报道与民间的叙述有诸多的不同。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次人类的悲剧是信任的崩塌，是沟通的缺失，是压抑与不公长期积累的爆发。维吾尔族青年因为长期被边缘化，失业率高，语言与文化被压制而愤怒，长期受到汉族、中共政府的隔阂、误解，种族间的结构性问题不断的放大，缺少真正的统治者的心经与对话渠道。在这件事情之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封锁网络、严格的控制言论，随之而来，许多的经历者被关进集中营，被消失，被摘取活摘器官。我们应该让更多的真相能够让群众知道，我们应该追问，那真相不应该埋没，仅仅依靠镇压与遗忘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吗？志愿不是为了重蹈覆辙，记住是为了促进真正的民族和解。16年后，我们仍然需要追悉所有无辜的生命，呼吁历史要公正、公平、公开的、透明的调查与呈现，让真正受到压迫、受到流血、受到牺牲的维族人能够有真相，让普通的人民大众知道才了解，鼓励各民族之间有更多的倾听、有理解、有合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汉族人要来支持维族人来参与他们的活动的原因。所以捍卫言论自由与文化多样性，促成和谐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铭记，继续发声，唤醒更多的人民的觉醒，为推翻独裁的政府而不惜余力。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打倒习近平，共产党垮台，共产党垮台，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蔡奇下台，蔡奇下台，金泉长下台，金泉长下台，打倒习近平，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独裁者下台，独裁者下台。人民万岁！人民万岁！东突厥民族万岁！东突厥民族万岁！自由万岁！自由万岁！民主宪政万岁！民主宪政万岁！谢谢大家。